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周六崇拜。今日講道咧同平時咧係有啲唔一樣嘅。今日我哋要講嘅係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啦。咁呢個會係一個迷你嘅講道系列。總共咧會有5篇嘅講章。今日係5篇講章嘅介紹篇。咁上星期咧我開始預備。嗰陣時咧仍然有啲天真，以為咧我一篇講道就可以講完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過咗2日咧，我知道我需要2篇。再過多3日咧，我相信3篇講道會比較合適。去到今個禮拜嘅星期三，我打算用4篇講道嚟宣講。最後，琴晚我終於決定割愛，將我一大部分嘅資料留到下個禮拜。如果唔係咧，今日你要聽嘅咧，可能係我最長嘅講道嚇。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嚇，我哋要講一個迷你嘅講道系列，迷你嘅福音系列，5篇嘅講道，5篇嘅講道分別係今日講嘅神奇女俠，跟住係我渴了、永生活水、聖靈敬拜，最後係世界救主。呢個係一個特別獻俾 Crossway 姊妹嘅系列，亦都係獻俾所有渴望活水、立志飲水變成上帝復活嘅兵團，加入上帝大能軍隊嘅每一位弟兄啊，所以弟兄都有份嘅。雖然個主角或者個配角係一位女士。今日我要先同大家講一個好長嘅引言。然後咧帶大家進入約翰福音，睇下撒瑪利亞婦人呢個故事喺約翰福音裏邊嘅位置。跟住咧，我哋再比對尼哥底母同埋撒瑪利亞婦人呢2個人物，最後帶大家嚟到耶穌嘅十字架面前。開始嘅時候，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問大家肚唔肚餓，口唔口渴？如果唔肚餓唔口渴，啱啱食咗 tea 嘅話，咁咧我哋不如等多2個鐘頭先開始講呢篇道啦，咁樣。因為如果你唔口渴你唔肚餓，其實聽呢篇道咧係冇乜 feel 嘅。咁當然啦，講到最後，我哋講緊嘅肚餓口渴，其實唔係講緊肉體上、身體上嘅飢渴。你聽每一篇道最重要嘅地方、最需要嘅地方，係喺靈裏邊有一種飢渴。我哋需要一個飢渴嘅靈魂，所以我都期盼上帝俾我哋呢度每一個人今日最好嘅禮物就係一個飢渴嘅靈魂。今日我哋要開始研讀嘅係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係喺所有福音書中所記錄落嚟一個個人與耶穌對談嘅最長嘅一個對話。我講緊嘅佢唔係一個最長嘅對話。我哋相信咧，耶穌嗰晚同尼哥底母嗰個長談咧，應該係長過呢個對話嘅。然而喺所有嘅福音書當中所記錄落嚟，福音作者記錄落嚟最長嘅對話就係呢個對話。簡單嚟講，呢個亦都有可能係一個最重要嘅對話。有趣嘅地方係耶穌對話嘅對象竟然係一個已婚嘅婦人，佢又係一個撒瑪利亞人，甚至佢係當時人眼中看為不潔有罪嘅婦人。呢個喺當時嘅世界，或者甚至我哋今日去諗呢，都係一個不可思議嘅故事。然而更加不可思議嘅地方係呢個故事同埋前一章聖經尼哥底母故事嘅對比。尼哥底母係以色列人嘅老師，佢同拉比耶穌門當戶對，各有所長。於是佢哋整夜促膝長談，不過好可惜，最後不歡而散。尼哥底母一聲嘆息，你記得最後嗰句啊？怎麼能有這些事呢？
一聲嘆息之後，佢就憂憂愁愁的離開了。嗱，呢個係上一章嘅故事，但係呢一章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卻不一樣。嗱，雖然起步嘅時候咧，呢位女士都有啲困難，但係佢後勁凌厲。喺耶穌門徒離開耶穌嘅一時半刻，我哋唔知幾耐，但係應該唔係特別耐嘅。呢個婦人已經緊緊捉住咗耶穌嘅說話，佢拿捏到天國福音嘅奧妙心法。嗱，呢個撒瑪利亞嘅婦人，佢係一個練武嘅奇才，佢與耶穌心靈相通，惺惺相惜。佢領悟之高，當世難求。嗱，如果你係一個睇武俠小說嘅人，你睇到真係目定口呆。呢個故事會成為千古嘅傳說。我哋會問呢個問題，我哋問呢個問題就係點解尼哥德姆聽唔明白，唔可能不能相信，而呢個無名嘅婦人，甚至我可以咁講，佢係一個臭名遠播嘅婦人，竟然可以喺咁短嘅時間裏邊領會咗呢個福音，甚至歡喜相信。嗱，呢個係整個故事最關鍵嘅問題嚟㗎。我諗好多神學家，就係嗰啲寫聖經嗰啲嚇，係唔諗呢個問題嘅。嗱，如果你當中有啲唔信耶穌又唔熟悉聖經嘅人咧，佢哋會咁解釋嘅。佢話呢個女人之所以信，係因為佢身份低微、知識淺薄、意志薄弱、頭腦簡單，係嘛？呢個婦人歸主嘅故事，再次證明咗信仰係軟弱者嘅止痛藥、麻醉劑。信仰就係嗰啲軟弱失敗者嘅精神鴉片，係嘛？所以弱小無能嘅婦人，外邦嘅婦人，留唔住老公嘅婦人，佢信主，德高望重嘅尼哥德姆就唔信咯，係嘛？咁樣嘅思維嗱，聽起嚟咧好似有啲洞見，係嘛？其實咧係重重嘅偏見，高估咗強者尼哥德姆，亦都大大低估咗呢個所謂嘅弱者撒瑪利亞婦人。另一方面，信主嘅弟兄姊妹會咁樣解釋，佢話婦人之所以又喺短短嘅時間裏邊歸信咧，係因為佢深知道自己係一個罪人，又被耶穌當場揭發，係嘛？只好乖乖地順服，只好謙卑嘅認罪。嗱，耶穌自己都講過嘅，佢話健康的人不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來不是召義人，而是召罪人。馬可福音第2章第17節，耶穌自己講嘅。嗱，你咁樣諗，因為佢嘅罪被暴露，你咁樣諗呢個答案係唔錯嘅。不過你最多只係回答咗一半。嗱，講到尾你要明白一樣嘢，被揭露自知自己有罪嘅人其實好多嘅，但喺呢啲自知有罪嘅人當中，會願意甚至盼望歸信耶穌嘅人，其實係好少嘅。呢個罪被揭露，唔一定係一個人歸信嘅關鍵。嗱，甚至我可以咁講，呢個婦人嘅罪被揭露，唔係佢最終歸信嘅關鍵。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一樣嘢，撒瑪利亞婦人同埋尼哥德姆，除咗喺仁義道德上呢個層面上有一個天淵之別之外，其實佢哋仲有另外一個非常之明顯、非常之突出嘅分別。個分別喺邊度呢？分別原來係咁樣嘅，就係尼哥德姆係因為耶穌所行嘅神蹟而嚟嘅。而撒瑪利亞婦人卻係因耶穌所說嘅話語而信嘅，一個係神蹟，一個係話語。
約翰福音第3章第1、第2節咁講：尼哥德姆夜裏來見耶穌，開門見山，對他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從上帝那裏來的，來做老師的。先講老師啦嚇，後講基督。因為你所做的神蹟，若沒有上帝同在，無人能行。佢點解會嚟？點解佢覺得耶穌係從上帝嗰度嚟？佢嘅答案係因為神蹟。然而喺約翰福音第4章28節，那婦人同耶穌傾完偈啦，差唔多啦，留下了水罐，往城裏去，對眾人說：你們來看，有一個把我素來所做的一切事都說了出來。係因為耶穌嘅話語。難道這個人就是基督嗎？嗱，佢未完全信㗎，因為耶穌仲會留多2日，咁就全部信晒㗎啦。但係佢點解開始懷疑，甚至開始相信耶穌就係基督嘅原因，唔係神蹟，而係耶穌同佢講嘅説話。嗱，喺呢度咧，你可能有啲人咧好熟聖經，佢就會諗啊，喂，林牧師等等。其實嗰個婦人，其實佢唔係又係為咗神蹟而信嘅咩？你記得喺第4章第17節裏邊，16節開始，耶穌同佢講，佢話：你去叫你嘅丈夫嚟。而婦人立刻講，對耶穌說：我沒有丈夫。跟住耶穌就爆佢大鑊啦。耶穌話：你說沒有丈夫是對的，你已經有5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這話是真的。嗱，呢個係唔係一個神蹟呢？係，亦都唔係。嗱，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神蹟啊，因為冇人可以睇到晒所有嘢，知道你以前所有嘅東西。耶穌做咗個 all-knowing miracle， 係咪？即係佢全知嘅一個神蹟。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神蹟，但係對於作者約翰而言，呢個唔係神蹟奇事嘅一種啊！喺約翰福音裏面，所謂嘅神蹟奇事都係眼看得見，係唔需要耳仔去聽嘅。所以約翰福音裏面有2樣嘢，一種係眼看的神蹟，另外一種係耳聽的真道。所以你睇到呢2個人嘅分別，一個係眼看神蹟，另外一個係耳聽真道。我又再問下你啦，你有冇察覺到一樣嘢？就係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其實同拿但業歸信嘅故事非常之相似。拿但業係點信嘅？你話神蹟係啊，但係唔係嗰隻眼睛睇到嘅神蹟喎。你記得拿但業個故事嗎？耶穌看見拿但業走過來，就論到他說：看啊，這是個真以色列人啊！這真是個以色列人，他心裏邊沒有詭詐的。拿但業好好奇，佢問耶穌：你從哪裏認識我？耶穌回答說：腓力還沒有呼喚你，你在無花果樹底下，我就看見你。拿但業跟住就回應：拉比啊，你是上帝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穌同佢講咗一啲佢覺得冇人會知道嘅嘢，佢就信咗啦。你一係話佢意志薄弱，係嘛？即係你一係覺得唔知道佢做咗啲咩衰嘢，係嘛？一係你話咦，內有乾坤，就係約翰喺度講緊嘅嘢，唔係靠神蹟，而係靠話語。嗱，無論如何，你翻嚟撒瑪利亞嘅呢個故事，喺整個故事裏邊，耶穌從來冇做過任何嘅醫治趕鬼，耶穌亦都冇再將水變酒，亦都冇幫任何人排憂解難。撒瑪利亞人亦都從來冇問耶穌，對耶穌要求嘅以色列人成日都要求嘅，係嘛？當耶穌去潔淨聖殿，你記得嗰一幕，佢哋問：喂，你可以做咩神蹟俾我哋睇啊？但係撒瑪利亞人好奇怪，從來不求神蹟，
只希望耶穌繼續同佢哋講說話。佢哋要嘅唔係耶穌嘅神蹟，佢哋要嘅係耶穌嘅說話，係耶穌嘅說話證明咗佢最終極嘅身份。所有嘅東西以話語為本，佢哋最後嘅見證係咁樣嘅。因為耶穌的話，信的人就更多了。他們對那婦人說：現在我們信，不再是因為你的話，而是我們親自聽見了。聽見了邊個？耶穌基督嘅說話，知道這人真是世界的救主 ，the Savior of the world。唔係看神蹟而信嘅，係聽耶穌嘅說話而信嘅。呢個係咩啊？呢個係約翰福音第10章第26至28節嘅前瞻、預演、預表。耶穌去到第10章，耶穌會咁講，佢話：但是你們不信，你們係咩？以色列人，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我的羊聽我的聲音。羊係點？羊唔係睇嘅，羊係聽嘅。羊唔係睇到嗰個牧羊人顯咗個神蹟，於是哇好光亮，去跟住個牧羊人。羊係靠聽聲音，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認識他們，他們也跟從我，並且我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你們卻不信，點解？因為你哋從來唔想聽我嘅聲音，唔想聽我嘅話語，你哋嚟想睇我嘅神蹟。但我必須加一樣嘢，感謝上帝，一時嘅不信不代表永遠不信，一時聽唔明白唔代表永遠聽唔明白。尼哥德姆就係一個最好嘅例子，係嘛？所以你唔好話哇，你們不信，你們不是我的羊，係啦，我都唔係上帝羊，咁唔使聽啦，我拜拜。如果你今日聽唔明，你應該下個禮拜再翻嚟聽，繼續去聽，就唔係話哎呀。牧師話我哋都唔係佢嘅羊啦，我以後唔使翻嚟啦。No, wrong。一時嘅不信不代表永遠嘅不信，一時嘅不明白不代表永遠嘅不明白。我哋要聆聽上帝嘅聲音，呢個係我哋唯一得救嘅途徑。嗱，翻到約翰福音呢度，我想提醒大家一樣嘢：以眼睛看神蹟，冇用耳仔去聽主話嘅，其實係代表咗一個人追求地上嘅榮耀。你記唔記得啊？因為神蹟係代表咗地上嘅榮耀，以色列人想要嘅係地上嘅榮耀，所以一個睇神蹟唔聽話嘅人，呢個係一個追求地上榮耀嘅代號。歸根到底，點解我哋問？我哋仲未答到嗰條問題啊！我哋問呢個問題：點解尼哥德姆信唔到？點解撒瑪利亞婦人快速嘅歸信？其實係因為呢兩個人所追求嘅東西係唔一樣嘅。一個追求嘅係地上嘅事，呢個係尼哥德姆；另外一個追求嘅係天上嘅事。你諗都未諗過咧？你諗都未諗過咧，因為你對呢個女人有成見，你覺得佢冇知識，你覺得佢大罪，你覺得你將你自己投入喺佢嘅世界裏邊，你覺得如果你係佢，你自己係每日會擔心生活，你唔會諗天上嘅事情。呢個係你自己嘅偏見，係你自己嘅成見。但係呢個絕對唔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嘅東西。我想同你做個比喻，打個比方。尼哥底母同埋撒瑪利亞婦人，佢兩個都係人類始祖亞當墮落咗之後變成咗螞蟻，人變咗做螞蟻。佢哋每天都營營役役喺地平線上面忙碌嘅工作。尼哥底母係一個學霸，佢天資聰敏，係出名門。有野心，有抱負，佢每日勤奮嘅工作，佢努力嘅奮鬥，但係佢有個問題，佢嘅目光，佢嘅看見，佢嘅雄心壯志，
全部停留喺地平線上螞蟻嘅世界。儘管佢咁有才能，儘管佢咁有知識，儘管佢嘅腦袋爆棚，然而佢嘅眼光只可以睇到螞蟻嘅世界。相反，撒瑪利亞婦人佢出生低微，冇機會接受高等嘅教育，一生人被壓在社會裏邊最低嘅下層。然而唔代表佢唔可以望天。呢個女士因為佢深信上帝嘅話語，對於佢哋嚟講，上帝話語撒瑪利亞人嚟講只係摩西五經。摩西五經已經足夠我哋看到福音嘅影子，因為佢相信上帝嘅話語，佢就係成為咗一個經常望天、經常發白日夢、等候上帝天降基督作佢救主君王嘅一隻螞蟻。如果我要拍一套戲，螞蟻世界係嘛？螞蟻嘅動畫，尼哥德姆就係地平線，你明唔明啊？佢個頸係冇辦法向上望嘅，佢只可以看地平線，揾錢、生活、努力、國家、民族、大義。而呢個女士營營役役嘅螞蟻，每天喺佢辛苦坐低嘅時候，佢會望天，佢仰望聖經裏邊話一個天上嘅救主。跟住尼哥德姆嚟，喂，做乜啊？快啲做嘢啦！佢唔明白點解有螞蟻要停工，要停落嚟去望天。但係尼哥德姆同埋呢個撒瑪利亞婦人係兩種完全唔一樣嘅螞蟻。問題嚟啦，你係尼哥德姆嗰種螞蟻，定係撒瑪利亞婦人嗰種螞蟻呢？再問，你想繼續做麻木嘅去做尼哥德姆嗰種嘅螞蟻，定係你想轉型做，你想瞓身做撒瑪利亞婦人咁樣望天嘅螞蟻、飛天嘅螞蟻呢？不少好多嘅聖經學者認為，約翰將尼哥德姆同埋撒瑪利亞婦人呢兩對黑白嘅鴛鴦擺埋一齊，係想話俾我哋知，上帝愛世人，上帝愛所有唔同階層嘅人，係嘛？從最頂峰嘅上流人尼哥德姆，去到最井底嘅下流人撒瑪利亞婦人，上帝都愛。你打開基本每一個聖經書都係咁講㗎喇。但我諗咗好耐，我嘅諗法同佢哋唔一樣。我覺得尼哥德姆同埋撒瑪利亞婦人呢個前後嘅出現，唔係要包圍整個螞蟻世界，亦都唔係要包圍整個墮落人類，而係為咗要挑戰讀者，挑戰我哋喺佢哋兩個人中間兩個選一個。你明唔明啊？唔係攞嚟包嘅，係攞嚟選擇嘅兩個完全不一樣嘅道路。你要做一隻點樣嘅螞蟻？你要追求一個點樣嘅人生？你又要為着點樣嘅榮耀、乜嘢嘅榮耀去奉上你嘅餘生呢？感謝主，最後我哋知道尼哥德姆佢都蒙恩。佢領悟到天國福音嘅內功心法，於是尼哥德姆快嘅回轉，喺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嘅嗰一日，佢走出咗黑暗，佢進入咗光明，佢追趕已經走在前頭嘅小師姐。尼哥德姆嘅人應該比撒瑪利亞婦人咧係年長好多嘅。
身份、社會地位完全冇得比，係嘛？全部都係佢之上。然而喺屬靈嘅路上，佢係完全嘅墮後啊！但唔緊要，因為佢回轉咗，因為佢從黑暗裏邊走上光明。撒瑪利亞婦人，小使者等埋我。小使者話：快啲，快啲，快啲！我哋要一起跟隨十架嘅基督，我哋要奔跑天路，歡喜快樂嘅奔跑天路，見證上帝永恆嘅天國。你明唔明啊？呢個係個故事嘅真意義，起碼係我嘅腦度，我係咁樣明白呢個故事。所以個問題問，你要點樣去處理你餘下嘅人生呢？撒瑪利亞婦人呢個故事嘅經文共有42節，故事情節迂迴曲折，錯綜複雜，故事嘅解釋同埋應用耐人尋味，深不可測。考慮到故事精彩嘅對白，內容嘅豐富，呢個故事又係承先啟後，貫通上下，將整本約翰福音係連在一齊，甚至我可以咁講，佢將新舊約全書連喺一齊。呢個故事絕對唔係一個普通兒童主日學可以承受得起嘅材料啊！大家信唔信啊？我哋教咗咁多年兒童主日學係嘛？可能要避一避呢個故事。我哋要小心、細心、耐心嘅去處理呢段聖經，絕對唔可以輕率嘅掠過、草草嘅了事。所以經過我掙扎咗2個禮拜，前思後想，我認為咧，我哋需要一個迷你嘅系列，而呢個迷你系列咧係我哋嘅福音5部曲。我唯有咁樣，我先可以完成呢個福音嘅重任。5篇講道嘅係神奇女俠、我是渴了、永生活水、聖靈敬拜、世界救主。一方面，我哋要好清楚嘅解說明白呢個故事嘅重點同埋意義。我可以咁講，呢個故事嘅重點同意義遠遠超過釋經書神學家嘅想像。第二，我哋亦都要為我哋至愛嘅撒瑪利亞姊妹啊，稍作平反，攞個公道，然後將榮耀歸俾上帝。嗱，講到呢度，你可能會話，林牧師，我覺得你黐咗線，你好似迷上咗呢個撒瑪利亞嘅婦人，為一個女人講5篇道值得嗎？我想你清楚睇下5個講道嘅題目，除咗第1篇以撒瑪利亞婦人為題，有冇發覺其餘4篇其實都係以耶穌基督為題嘅？甚至我可以咁講，我亦都必須要咁講，撒瑪利亞婦人之所以可以成為神奇女俠，完全係耶穌嘅功勞，係因為佢飲咗耶穌嘅永生活水。神奇嘅唔係婦人，神奇嘅係耶穌。既然婦人可以喝活水，我哋今日呢度每一個人都可以喝同樣嘅活水。因此呢個係一個關於我哋每一個人嘅福音系列，大家明唔明啊？講到呢度呢，其實我都覺得自己有少少黐咗線，但我迷上嘅唔係婦人，而係耶穌。我希望你聽明白咗呢個故事之後呢，你都會迷上耶穌。好，講完個引言嗰部分啊，我哋仲可以加多少少嘢啊？唔可以加太多啊，但係呢，我想加多少少嘢俾你帶翻屋企諗一諗，直至下個禮拜再翻嚟聽 Part 2。
我想帶你去睇下呢個故事喺約翰福音寫作架構裏邊嘅位置。嗱，你之前有聽開呢個系列，你都知道嘅。寫作者話俾我哋知，約翰福音第2章至第4章係一個精心編排嘅整體嚟嘅，而且係呈現咗一個 ABCCBA 前呼後應嘅結構。開始嘅時候係加拿嘅神蹟，結束嘅時候都係加拿嘅神蹟。開始嘅時候係婚宴裏邊水變酒，係一個十字架嘅記號，唔多講啦。將來我哋要睇嘅係另外一個加拿嘅神蹟，係大神嘅兒子會得到復活，係一個復活嘅記號。於是基督嘅十字架、耶穌嘅復活前後包抄，係嘛？包住整個古籍或整個呢個整體，第2章到第4章呢個 unit， 跟住中間有 B1 同 B2。B1 係講耶穌喺聖城裏邊為上帝嘅殿焦急，佢引用咗嘅係詩篇第69篇。詩篇69篇係大衛嘅詩篇。於是耶穌係邊個？佢係猶太人嘅君王。跟住去到雅各井旁，最後佢係永生嘅活泉，最後佢係全世界嘅救主，猶大嘅君王，世界嘅救主，上下對應，前呼後應。你睇唔睇到啊？幾靚啊！跟住喺個架構嘅中間，我哋仲有3個人士，有尼哥德姆，有施洗約翰，有作者加插自己3次嘅解說。嗱，我哋必須要好熟悉呢個文學結構，因為撒瑪利亞婦人嘅呢個故事，信不信由你，係綜合連貫咗架構裏邊嘅其他6個部分。呢個架構裏邊總共有7個部分，數唔數到啊？ABCCBA 咪6㗎嘛，再加埋嗰個作者嘅解說，作者係第7個。喺7個部分裏邊，呢個撒瑪利亞婦人排尾二，但係佢卻綜合連貫咗其他嘅6部分。嗱，我今日冇時間同你講晒所有嘅嘢，我只有時間同你睇下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同尼哥德姆故事裏邊好精妙嘅關係。嗱，下個禮拜我哋翻嚟，我哋再睇撒瑪利亞嘅故事同埋其他5部分嘅關係。於是我想帶你去睇撒瑪利亞婦人嘅故事同尼哥德姆故事嘅精妙關係。左邊嘅故事，我叫佢嘅名字叫做黑夜真光；右邊嘅故事，我叫佢做白晝嘅活水。嗱，所有嘢都係以耶穌為中心嘅。於是尼哥德姆同埋撒瑪利亞婦人只係配角。我想你想象一下呢個係有2個人龜兔賽跑又點啦嚇？即係喺度進入上帝永恆天國嘅競賽，有2個跑手啊，一個係尼哥德姆，另外一個係撒瑪利亞婦人。有好多個 round， 我哋睇下每個 round 邊個贏。我哋先開始係談話嘅地點，一個係耶路撒冷，另外一個係雅各嘅井旁。嗱，我會判聖城耶路撒冷勝。跟住第2個係談話嘅時間，一個係夜裏，另一個係正午。我會判光明得勝。於是一人勝1個回合，2個人打成平手。跟住落嚟，尼哥德姆就開始超前，而且係大幅度嘅拋離對手。第3，我哋比對佢哋嘅背景，一個係猶大嘅男人，另外一個撒瑪利亞婦人。婦人就唔係個問題，個問題係佢係撒瑪利亞嘅婦人。尼哥德姆勝，尼哥德姆又係一個法利賽人，係以色列人嘅老師嘅神學家。嗰個女人呢，唔單止冇背景，而且有5個丈夫。就算佢唔係奸淫犯罪，有5個丈夫，佢都係一個黑蜘蛛，黑死自己嘅丈夫，唔係好嘢。而家嗰個都唔敢娶佢啦，驚娶完佢又俾佢黑埋。於是尼哥德姆再勝，跟住第3樣嘢，尼哥德姆有個名字
德高望重，有個名字，但係呢個女人冇名，無名，臭名遠播。於是尼哥底母再升。不過嚟到呢度，由呢度下面開始，唔知點解尼哥底母居然係節節嘅敗退。你諗都諗唔到啊！我點知佢節節敗退？有冇留意尼哥底母係自己嚟揾耶穌？第六個對比係佢自己先開口嘅。嗰個女人勁喎，係耶穌去揾佢嘅，係耶穌話佢必須要經過撒瑪利亞，係耶穌自己喺嗰度等佢出現，係耶穌自己先開口同佢說話。邊個贏？婦人贏。跟住尼哥底母嚟到耶穌嘅面前，佢開口話拉比。其實下邊嗰個問題就係你係咪基督？但係到最後搞唔清楚。開咗口話拉比之後冇再任何嘅進展，嗰個女士相反開口嘅時候係墮後嘅，佢只知道耶穌係一位先生，跟住見咗做先知，跟住佢話難道他就是基督？佢唔喺度估嘅，佢係差唔多信噶啦。到故事最後，佢同佢嘅同鄉一齊話佢係全世界嘅救主。婦女性。第八，尼哥底母走嘅時候，佢係怎能有這些事情？於是佢憂憂愁愁地走了。女士卻高高興興地說：你們來看，佢為耶穌做見證。雖然佢未完全把握到耶穌係邊個，但係佢已經開始歡歡喜喜嘅為耶穌作見。一個憂憂愁愁的，另外一個歡歡喜喜的。仲有第9，尼哥底母話：我哋係因為你所行嘅神蹟，我先知道你係從上帝那裏來。錯，嗰個女士係因為耶穌基督嘅話，聽見咗耶穌基督話，我們信 yes yes yes。尼哥底母最後不愛光，就回歸黑夜。佢憂憂愁愁地走，嗰個女士佢把我所做嘅一切都說咗出嚟，然而佢冇逃離耶穌，反而將耶穌告知世界，再將耶穌帶落村莊，歡歡喜喜嘅接受耶穌嘅光照，歡歡喜喜嘅為光作見證，直情做咗施洗約翰嘅跟班，你明嘛？為光作見證。個故事最後，尼哥底母仲係不明白耶穌到底是誰，而呢個女士同佢成村人已經知道這人真是世界的救主。婦女勝，婦人勝，大勝，進入天國。尼哥底母仍然留喺黑暗。嗱，呢兩個故事嘅對比，但係奇妙嘅係未完嘅喎。兩個黑白嘅故事唔單止有強烈嘅對比，兩個故事同時之間有驚人相似嘅地方。嗱，我而家開始俾你睇相似嘅地方啦。約翰福音第3章尼哥底母嘅故事完咗之後嘅 comment 係咁樣嘅：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相信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係嘛？跟住去到第4章。佢話上帝有一個恩賜俾你哋，嗰個係活水嘅泉源，湧流到永生。兩個故事都係上帝起永生子，大家睇唔睇到啊？兩個故事有個相同嘅地方，耶穌喺當中話俾我哋知，上帝開始呢個拯救嘅行動。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相信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永生就係嗰個終點。差他來的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世人因他得救。同時之間喺嗰個婦人嘅故事裏邊，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賜，上帝已經預備咗嗰個恩賜。
和對你說請你喝水的人是誰，你就應該求他，他早會給你活水。這活水我賜的活水，要在他裏面成為一個泉源，直湧到永生。永生係嗰個終結，永生係上帝禮物俾到我哋最後要帶我哋去嘅地方。跟住仲有耶穌繼續嘅自我啟示，催促呢兩位人，叫佢哋認識基督，叫佢哋得蒙救贖。最後嗰3點，耶穌話俾尼哥底母聽，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人子。裏邊有好多嘅神學，但係呢個以色列人嘅老師應該知道邊個係人子，邊個從天上降落嚟。喺婦人嘅故事裏邊，耶穌最後話俾佢知，我是係上帝嘅名字，同你說話嘅人唔係一個先知，唔係上帝嘅先知，係上帝自己嘅本人。正如當年上帝我是呼召摩西，現在我是來到你的面前。你係信摩西㗎嘛？你係撒瑪利亞嘅信徒，你相信摩西五經，而家摩西五經裏邊嘅我是已經在你面前。尼哥底母嘅故事裏邊，耶穌話唔係從聖靈生的不能見上帝的國，重生。喺個婦人嘅故事裏邊，耶穌都講聖靈，凡敬拜上帝的必須要用聖靈和真理敬拜上帝。嗱，我係改咗個翻譯，因為個翻譯係唔對嘅，唔係心靈和誠實，而係聖靈和真理。嗱，到時遲啲2篇道之後再講呢個問題。但係呢度兩個都講聖靈。喺第二個故事裏邊話，你要敬拜上帝，你只有一個方法，你需要有聖靈。所以佢唔係同我哋講，喂，請啲朋友嚟教會係嘛？只要你心靈誠實咧，就可以敬拜到上帝。敬拜唔到嘅。一個人需要敬拜上帝，需要即係佢唔係講緊地上嘅敬拜，唔係帶你去即係啲 concert 嗰種敬拜。佢講緊嘅敬拜係一個人其實可以上到天上，喺上帝嘅面前做一個真正嘅敬拜。呢種人需要聖靈。點解？因為除非你重生，你冇辦法喺上帝嘅面前敬拜。所以兩個故事都係講緊重生，兩個故事都係講緊一個為主敬拜嘅人生。最後佢話俾我哋知重生嘅方法。一個話人子也必須照樣被舉起來，呢個係俾尼哥底母嘅。俾個女士嘅係，你喝我所賜給你的水，你就永遠不渴。所有嘅嘢其實都指向十字架上。耶穌回答對他說，除了從天降下來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須被舉起來。講緊嘅十字架，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到永生。尼哥底母要仰望人子被舉起嚟嗰個十字架，要仰望十字架先可以得到重生。Number one， 我哋熟嘅撒瑪利亞婦人呢，耶穌回答他說，凡喝這水，你而家手上嗰啲水，還要再喝。誰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面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我哋問耶穌嗰個水，耶穌所應許嘅水喺邊度？答案一樣喺十字架上。我想帶你去睇約翰福音嘅結尾，耶穌終於送水啦，終於有水可以俾呢個婦人飲。約翰福音第19章第28節，耶穌說：我渴了。他們就拿了一些醋放在他的嘴邊，耶穌嘗了那醋就說：成了。我渴了，我嘗了，我成了。之後呢，可以有水啦。士兵拿槍擲他的肋旁，第34節，立刻有血和水流出來。耶穌所應許嘅活水泉源就在這裏。第4章第14節，
誰喝我所賜的水，我的水在哪裏，在這裏他永遠不渴，要在他裏邊成為一個泉源，直湧到永生。喺約翰福音嘅第4章裏邊，耶穌對撒瑪利亞婦人說：請給我水喝，因為耶穌渴了。喺約翰福音第4章裏邊，喺井旁嘅耶穌口渴，對應咗喺約翰福音第19章裏邊十字架上面嘅耶穌口渴。約翰福音第4章第6節，耶穌坐在井旁嘅時候，那時約是正午。第19章第14節，耶穌被判要釘十字架嘅時候，那時也是約在正午。呢個唔係巧合嚟嘅，所有嘅故事都係首尾呼應，話俾你知耶穌所預言嘅，耶穌所應許嘅東西，耶穌會成全。前面係應許，後來係成全。前面耶穌喺度賣水賣券嘅啫，要唔要攞翻張券啊？以後可以攞活水啊！後面係送水啊！終於有水飲啊！所以喺前面嘅故事裏邊，撒瑪利亞嘅婦人信咗，咩意思啊？佢預訂咗耶穌將來會供應嘅生命永生活水。嗰日佢訂咗落咗單啊，但係仲未收到貨啊。不過都嘗咗幾滴樣板啊，已經快活過神仙啊。但係未收貨嘅喎。而家去到十字架嘅時候，耶穌成全咗救恩，聖靈可以開始。當然好多單啊，需要啲時間啊。耶穌聖靈開始送水，仲送埋血，水與血混雜嘅生命活泉。我想問你，之前個婦人嘗咗少少嘅樣本已經快活過神仙，而家佢飲耶穌所供應嘅最終極嘅泉水，人渴了，螞蟻渴了，會有咩效果呢？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你估呢個撒瑪利亞婦人嘅下場係啲乜嘢咧？最好嘅打算，2個禮拜返一次教會。最好嘅打算就係唔好成日憂憂愁愁，就偶然有之喜樂。上帝為佢供應，都算終於同個男朋友結咗婚，屋企有啲安定日子，就等耶穌返嚟。完全唔係咁樣。按照某些教會嘅傳統，不可盡信嘅，我話俾你知點解咧？你聽埋你就知道不可盡信嘅啦，因為真係非常之誇張，但係非常之震撼人心。按照教會嘅傳統，喺聖靈降臨嘅五旬節裏邊，呢位女士去咗耶路撒冷，聽咗彼得嘅宣講，佢完全嘅回轉信主。呢個撒瑪利亞嘅婦人，佢接受咗洗禮。你記得彼得話叫佢哋接受洗禮，領受咗聖靈。按照教會嘅傳統，佢有個新嘅名字，而家有名啦，係嘛？佢叫 Photini 嗱 ，Pho 啊 ，PHO 啊，呢個唔係越南婆啊，Pho 咧係希臘文嘅光啊。Photini 嘅意思係 the enlightened one， 被光所照明嘅人。佢個名叫被光所照明嘅人，真係被光所照明咗，信咗主，領受咗名字。佢做啲咩咧？信不信由你。佢成為咗一個宣教士。佢有5個姊妹，2個仔，同佢一齊，或者係我諗，即係呢個非常之前衛嘅想法，係嘛？當時嘅世界係嘛？我唔知佢老公發生咩事，即係死咗定係乜鬼嘢？但係一個單身嘅女士帶住2個仔，係嘛？四圍去傳講耶穌基督嘅受死與復活。嗱，相傳咧，尼祿開始逼迫教會嘅時候咧，佢哋係去咗北非嘅 Carthage。嗱，Carthage 咧就係過多幾百年咧就到奧古斯丁嚟啦，係嘛？佢去到 Carthage， 當時北非嘅一個重鎮喺度宣講福音。相傳佢其中一個仔就去咗當兵，跟住去咗羅馬。
跟住佢個仔被逼要逼迫基督徒。當佢收到風嘅時候，佢就決意去羅馬營救佢個仔，帶住佢另外一個仔同埋5位姊妹一齊去羅馬。順便同阿尼祿傳埋福音，真係黐線㗎係嘛？佢哋去到尼祿嘅面前，尼祿第一個問題問佢哋：你哋係咪願意為嗰個拿撒勒人而死？佢嘅答案係 Yes。For the love of him we rejoice, and in his name we will gladly die。佢話因為我哋愛佢，我哋喜樂歡喜快樂嘅迎接我哋嘅死亡。於是呢個故事咧開始越嚟越誇張啦。就係尼祿咧用咗唔同嘅刑法去處罰佢哋，但係都冇用。深刻佢哋 miraculously 即係包括埋即係烈火窯都出埋，都殺唔死佢哋。於是尼祿只可以將佢哋擺落監度。跟住就犀利啦。教會傳統話尼祿諗咗另外一條屎橋，佢揾咗佢個女，叫佢帶住一啲宮女去假扮對基督徒有善意，去招待佢，跟住俾佢哋帶佢哋入去一個金銀珠寶嘅房間，係嘛？於是想即係威逼唔得就利誘啦，係嘛？跟住叫佢個女去鼓勵同佢哋傾，當你係對基督徒有興趣，對基督教信仰有興趣，以致你可以最後要佢哋再不信主。結果佢個女信咗主，嗰啲宮女信咗主，跟住佢仲為佢哋受洗，而佢哋受洗嗰一日，將所有嘅金銀珠寶送咗俾窮人，黐線㗎係嘛？於是尼祿終於頂佢唔順啦，斬頭，但係佢斬剩佢一個。佢話我就唔俾你死得咁容易，因為佢哋根本死而無憾。佢就等你自己孤單落去。相傳佢最後死嘅時候係俾尼祿抌落一個枯井。可唔可以想像一個喺井邊獲得生命活水嘅女人，死咗喺一個枯井之下，歡歡喜喜嘅為佢嘅救主而死，進入永恆嘅生命。你而家明白點解我叫呢篇道叫神奇女俠係嘛？你話不過林牧師你自己都話呢個故事冇可能係完全真實嘅，但係呢個故事反映咗啲咩咧？呢個故事反映咗對於初期嘅教會嚟講，佢哋相信福音嘅大能。我而家俾你作文都作唔出啦，係嘛？我話叫你寫撒瑪利亞婦人嘅下篇，你會點寫？你諗唔出啲咁嘅故事，因為你冇咁樣偉大嘅眼光。但係初期教會寫得出啲咁嘅嘢，因為佢哋相信呢個活水唔係單單俾你飲完之後，哎呀，天堂入場券一張派埋俾隔離左右，跟住喺度信啦，信耶穌啦，信耶穌得永生啊，信耶穌有好嘅，耶穌愛你，耶穌愛你係嘛？完全唔係咁樣。佢哋相信活水，正如耶穌所講，喺佢哋生命裏邊湧流到永生，一個大能嘅活水。求主幫助我哋，讓我哋都吃喝耶穌，讓我哋得着一個不可思議嘅人生。就算你覺得 Foniti 唔係真嘢，唔係一個真嘅故事，寫約翰福音嘅約翰係啩？呢位老人家80-90歲，佢寫呢個故事俾我哋，話俾我哋知，我就係嗰個飲咗活水嘅人。Look at me now。喂，唔係你嗰隻美國嗰啲教授 Look at me now， 你睇我而家幾煩，你睇我而家幾德高望重，傻嘅，嗰個係假福音。Look at me now。60年之後為主盡忠受苦。Look at me now，
呢個所有嘅東西都係因為活水嘅原因。我哋一齊祈禱，求主你幫助我哋相信活水，幫助我哋喺呢個即係大家都覺得係即係都頗為簡單嘅故事裏邊，可以看見主耶穌基督嘅神奇係啱嘅。神奇女俠嘅神奇就唔係因為女俠，係因為耶穌。約翰自己用佢嘅人生去證明呢個神奇。求主你幫助我哋思想我哋嘅人生，問我哋究竟要做一隻點樣嘅螞蟻，讓我哋望天，讓我哋飛天，與你一齊見證你永恆嘅天國。多謝你，我哋咁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